主后2024年9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恭敬听主的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第5章第19、19节。着行透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四界探听，伫城门口找，看会当找到一个行公义、追求真诚的人，啊无，若有，我就要赦免这个城。因虽然记活我的上主咒詛，毋过因咒的纸是假的。上主，你敢毋是伫找真诚的人？这个城的人，你拍因，因毋知疼；你毁灭因，因毋肯受教；因固执硬心，毋肯回头。我想，因是散车无知的人民，因毋捌上主的道路，毋知上帝的命令。我就去找有权势的人，甲因谈论，因应该捌上主的道路，知因的上帝的命令，哪会知因竟然讲长胆，偷开说，无要顺服上主。所以，像若会使回来甲因吞食，野外的豺狼回来甲死因，城外的豹伫长等因。闹人出城一定受拆喙，因为因不时违背上主，对上主不忠的事算袂了。上主讲：我若着赦免恁，恁的囝儿放杀我，搁记假神咒詛，我互因饱足，因煞去行淫，规阵去客伫妓女的厝。因亲像食饱起笑的马，厝边的某哭丝仔。因做这个事，我减毋免办；亲像即款国家，我减毋免报复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恁着去毁坏伊的葡萄园，毋过毋通甲因毁了，干那错伊的基，因为因无属伫上主。以色列家甲犹大家完全背叛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以色列毋承认上主所讲的话，讲上主袂做甚物，袂讲灾祸，袂互咱拄着战乱也是饥荒。先知的教示不过亲像一阵风，上主的话无伫因内面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对我讲：因既然安尼讲，我要互我藏伫你喙内的话诚做火，互遮的人民诚做柴，火要甲因烧掉。上主讲：以色列人，我要互一个国家对真远的所在来攻击你。这个国家真强，历史悠久，因的语言恁毋捌，因讲甚物恁听无。因拢是勇猛的战士，因的战地亲像拍开的梦，会当射死真侪人。因要甲恁的五谷甲米粮食了，吞灭恁的后生查某囝，搁吞食恁的牛群羊群，将恁的葡萄甲无花果食甲拢无剩，搁用刀剑毁坏恁所倚靠坚固的城。上主讲，就是到迄时，我嘛袂甲我的子民彻底毁灭。因若问上主，阮的上帝是安怎甲阮做遮个代志？你着甲因讲：既然恁放杀我，伫恁家己的土地服侍别个神明，恁嘛要亲像安尼，伫毋是属恁的地服侍外族人。恭敬听主的话。科技的进步加强资讯流通的速度，加上直播的普遍，互现今信徒极容易观看其他教会的聚会录影。
真侪外教派教会为着互搁较侪人入捌信仰，将讲道影片剪辑制作做精美生动的低影音，互社群媒体使用者用上便捷的方式观看，也互影片搁较有高效率传播出去。对遮个教会营运科技进步所致力的改变和努力，咱应该甲因肯定。总是伫观看遮个内容的时，有时阵也袂禁止，互人感觉疑虑。譬如，为了吸引阅听者的直接注意力，有的讲道影片敢若节录上精彩的片段，也就是甲个人经历有关的内容，无法度传递完整的经文信息。安尼真容易互人误以为讲道只是亲像五光十色的网络素材，带来生活的调剂，毋是带来深刻反省，培养信徒伫生活中实践信仰。此外，有的经由夸张化、情绪渲染、演艺化诠释的内容，虽然会触动人心，信息却往往流于肤浅，容易互人过度追求情感的满足。这也导致人到教会敬拜时，和参加脱口秀演唱会的心态并无一致。我是来接受服务的，是要满足我情感的需求，毋是要委身甲献身。耶利米书第5章所描写耶路撒冷，是连一位正直忠诚的人也找无的城市。这阵败坏的人有真侪特色，诸如口是心非、顽固生性、饱暖思淫、穷凶极恶、争权夺利、陷害人、甲拜偶像。所以上帝要借由外国军队的侵略来毁灭这座背离伊的城市。就算上帝的审判严厉，总是上帝也为着这群人留存机会。譬如讲，应允伫灭城之后，要有所剩的人民通侥幸生存。其实，伫战祸来临以前，上帝已经有派遣先知，亲像耶利米，向这群人呼吁甲警告。可悲的是，因却假做无听见。毋单单是安尼，因还用风凉话自我欺骗。先知的假释不过亲像一阵风，上主的话无伫因内面。对因来看，上帝的话语亲像耳边风，听袂顺耳就选择忽略。和古代人相比，当代人通搁较轻易对多种管道接触真理，包括圣经讲道分享、福音传单、书报、文章、诗歌、多媒体影音、手机 App 等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其实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中的犹大百姓，过头轻率看待上帝的启示。比起追求更较精彩生动的传播方式，咱更较应该调整家己，将每一次领受信息的机会，当作上帝对咱开喙的时刻，将所接触的每一个信仰素材，看作是上帝要亲自向咱讲的话。安尼，上帝的话语就无搁再亲像风，反倒是热火，要烧毁一切败坏，搁照光生命，互咱回转归向伊。默想，我用安怎的态度面对上帝的话语？我用安怎的态度面对上帝的话语？咱来祈祷，不断对人讲话的上帝，我愿意谦卑家己，按耳孔听你对我讲的启示，
因带安慰甲提醒，通好，互我的性命袂跌到偏离你的道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